異星球，係呢7個國家星球入邊最和平嘅星球。但係咁喎，位於中心太陽王國嘅太陽光環突然之間出現咗異變啊！避啦避啦，咁樣落去星球會毀滅噶。唔緊要唔緊要，不如我哋去拯救佢啦！真係會成功咩？奇幻變，奇幻變，無敵變身轉，未熟靈去作戰，變化至夠新鮮。奇幻變，奇幻變，無敵變身轉，未熟靈變，變變的結碰碰夠新鮮。不可思議歷練，魔法無雙練，陪着你，時時伴我，悉心裝扮出戰。集極大力量吧，神乎其技，搖晃夢次次脫險之後，越戰越勇越進步，決心最終能做到和平實現人海中兩與愛的路途。Never never never ever ever give up， 如果一些再和 we must stand up。 Twin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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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rincess， 花心機去辦辦事，心接近相連，陪着你。悉心裝扮出戰，奇幻變，奇幻變，無敵變身天，未熟練去作戰，變化至更新鮮。奇幻變，奇幻變，無敵變身天，未熟練變，變變的結碰碰夠新鮮。我哋一齊變身啊！你隻蝴蝶結打歪咗啊，露露。係卡梅羅多小姐。由今日起，你就係兩位公主嘅見習教育員，你要特別注意自己嘅服裝同儀容啊。係，我立志要做一個好似卡梅羅多小姐咁叻嘅教育員啊！我一定會努力噶，要整好自己嘅儀容。我邊度係叻嘅教育員啊？我已經俾兩位公主偷走咗3次噶啦。由今日開始咧，我一定要比以前更加嚴格咁樣去指導兩位公主先至得嘅。燃燒熱情都係好重要噶。好啦，白衣恩公主、連衣恩公主，而家已經夠晒鐘起身噶啦，你哋聽唔聽到啊？卡梅羅多早晨。哦喲，起咗身啦！卡梅羅多，我哋兩個真係乜嘢都做唔好嘅糊塗公主啊！吓？本來一心諗住幫靚歐娜嘅，但係就傷害咗阿爾泰桑。後來我哋都冇好好咁向佢道歉。請問你哋講緊乜嘢啊？總之我哋乜嘢都做唔好，又蠢又論盡，又成日都坐唔定，冇嚟規矩，又一啲都唔端莊優雅。咁又係嘅。唔係啊，又冇你講得咁嚴重嘅。所以咧，我哋下定決心要重新開始，一定要成為出色嘅公主啊！請你好好訓練我哋啦。無論課程係幾咁嚴格，我哋都絕對唔會逃避噶。拜託你啦，卡梅羅多。估唔到你哋今次下咁大決心，我等你哋講呢番說話等咗好耐噶啦，絕對冇問題噶，我會用盡全力，絕對唔會辜負兩位公主，白費你哋嘅心機嘅吓。老老啊，我哋要即刻做好準備啊！開始得吧！卡梅羅多小姐，兩位公主忽然之間咁積極，你咪理我哋咁多啦。我哋兩個今次鬥志好強勁噶，即管睇住你啦。幫忙。マジシリオ、もっと素敵にプリンセス。呢幾位呢，係我喺全國之中挑選出嚟最好嘅老師。由今日起，佢哋會嚴格咁樣指導兩位公主嘅。請老師多多指教。哎呀，仲要俾多啲感情。哎呀，要可愛啲啊，就嚟冇氣咁。係啊，今次冇力得滯啦，嚟多次啦。我覺得好難啊。點解一定要練到好似冇氣咁先得喎？公主無論係咩時候都唔可以俾人見到唔靚個樣噶，所以你哋要練習，連暈都要暈得靚啲啊！公主好靚咁暈低，咁我再試多次啦。連依欣、
請你嚟嚇我啊！吓？係咁啊？係咁嗌兩下，點會嚇得暈喎？要出嚟啲嚇我先得噶嘛？係咁好啦，好容易啫。啊？咁樣都係唔得啊！咁樣先似樣噶嘛？我係唔會輸俾你嘅，我都唔會啊！你哋兩個要繼續練落去啊！哎呀，禮儀老師啊，你冇事啊嘛？你點啊？真係可憐啊！1 2 3 4 1 2 3 4，好，記住要抬頭挺胸啊！1 2 3 4， 1 2 3 4，好容易啫！ 1 2 3 4。唉，睇下你啊，根本完全跟唔到拍子，咁嘅樣點同英俊嘅王子跳舞啊？英俊嘅王子，布萊德王子。1 2 3 4， 3 2 1。哎呀，你做乜嘢啊？點解要退後啊？我都唔想㗎。你哋睇下，犀利咧！係啊，做乜嘢啊？跳舞又唔係特技表演。嚟起碼小心啊！我對唔住啊！真係可憐啊！我哋咧唔可以放棄。好啦，兩位，而家開始學習餐桌禮儀嘅啦。好似好簡單咋喎，食嘢難唔到我嘅。哎喲，啲薯仔咁滑噶，仲有啲碌嚟碌去嘅豆豆添嘛，唔好亂咁喐啦。睇住嚟啦！好對唔住啊！居然全軍覆沒啊！飲茶嗰陣呢，心境一定要保持平靜。對唔住啊！熱死我啦！對唔住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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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過嗰邊啦，係你又過嗰邊，搵人嚟啊！換毛巾啊！點解好似一個老師都冇晒嘅？今日嘅堂係咪上到呢一度㗎咋？唔係啊，仲有個好重要嘅堂噶。唔好意思啊，打攪晒。奧曼德，兩位公主，你哋好啊！好歡迎你哋嚟到我呢度啊！奧曼德先生你好，我好似第一次入嚟呢間房咋。呢一度咧就係分析不可思議星球氣象資料嘅天體觀察所啦。我知道啦，係由下面嘅圖騰觀測器將資料傳送翻嚟噶嘛，係咪呀？一啲都冇錯啊！由而家開始，你哋要喺呢個地方好好學習相關嘅知識。睇嚟你好似已經投降啦喎，小卡妹。小卡妹，你唔好亂講啊，小奧曼。小奧曼，你個小卡妹果然仲係咁中意發嬲啊吓！細細個就已經係咁，一啲都冇變到啊！你個係一樣咯，細細個嗰陣啊，個樣已經成個老人精咁噶啦。呢啲係唔係叫做青梅竹馬？佢哋細個嗰陣時，小卡妹，你哋呢個講笑話。好啦，一
定要好好咁樣嚴格教導佢哋啊！冇問題啊，我哋而家開始啦。呢個就係不可思議星球。哇，好犀利啊！好似真嘅咁啊！不可思議星球嘅內部係空心嘅，而星球裏邊嘅人呢，就喺度建立咗7個國家，仲發展出自己嘅唔同文化添。太陽王國照耀住全世界，炎炎王國製造出溫暖嘅氣候，水滴王國令到世上有雲嘅誕生，風車王國就為大家帶嚟風，雲變成雨點，令種子王國嘅農作物茁壯成長，月亮王國就靜靜咁守護呢度嘅夜晚，寶石王國就令呢個星球嘅人生活得更加豐富。7個國家就係咁樣完成自己嘅使命，所有人互相合作，守護住呢個星球嘅和平。所以我話呢，你哋係咩嚟噶？啊，上面仲有好多掣啊！係啊，冇啊，唔好亂搞嗰啲掣啊！弊啦，嗰支拉杆係啊！點解會咁噶？呢樣係仲喺度研究緊，要嚟喺好高嘅地方做嘢嗰陣用嘅浮游光線，但係仲有個缺點噶。咩缺點啊？就係可以支持嘅時間太短啦。我咪同兩位公主講過，對唔住啊！喺度啊！仲要練習跑快啲。真係激氣啊！呢兩個公主真係一啲都冇變到啊！發生咩事啊？快啲，人公主，連衣人公主啊，落翻嚟呀！快啲落翻嚟啦！點可以咁樣走出嚟噶，寶夢？仲唔快啲翻去？但係翻去一定會俾人鬧噶。係啊，俾人鬧都應該噶，寶夢。唔要俾人鬧，討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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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是係咁啦。受影響嘅範圍好似越嚟越大啊！嗰啲係不可思議星球嘅氣象資料，呢個星球真係產生咗異變。係邊個？今次弊啦！快啲去追佢啊！發生咩事啊？點解咁嘅？小傲慢，我諗唔會啩。快啲嚟救我啊！弊啦弊啦，快啲翻去啦！哇，萬德，快啲捉住我！公主啊，就得啦！冇事啦，連依欣啊，快啲放氣球啦！我知道啦，明知會俾人鬧，都仲要翻嚟救奧曼德，咁先至係挑選出嚟嘅公主嘛，寶夢。危險啊！快衣人公主，連衣人公主啊！奧曼德！
樣咪即係啊！多伊古爾，日光魔法元素，拯救奧曼德。奇咯，好似冇效咁嘅。唔通兩位公主連糊塗公主嘅等級都達唔到噃嘛？法醫一公主，連醫一公主，會啊！呢場要咁樣嘅。呢啲係我問得你點啊？有冇受傷啊？冇事。法醫一公主，連醫一公主，你哋冇事啊嘛？睇下，我哋好好啊，我哋咩事都冇啊！真係太好啦！卡梅羅多小姐，卡梅羅多。改變整個星球命運嘅力量。頭先果然係暈得好優雅，不愧係卡梅羅多小姐啊！我哋今次又令卡梅羅多擔心啦。要我哋拯救不可思議星球，真係得咩？我對自己越嚟越冇信心啦。點會呢？你哋要提起精神啊，波夢！好歡迎你哋啊！法伊恩、連伊恩、波夢。葛瑞斯公主你好啊，波夢。我知道兩位公主嘅等級有下降傾向，都係因為我嘅能力唔夠啦。我真係好對唔住啊，波夢。葛瑞斯公主，請你話俾我哋聽，我哋兩個真係可以完成使命。想拯救呢個星球，一定要有超越所有人想象嘅巨大能力。你哋嘅不安係正常，最重要嘅係點樣將不安轉化成正面嘅力量。喺寶石王國，你哋都體會到自己唔成熟嘅情緒，但係都冇因為咁而垂頭喪氣，反而好努力咁重新起步，仲救咗一條寶貴嘅生命添。將失敗當係教訓，一啲都唔畏縮咁繼續前進嘅決心，呢啲都係冇人比得上嘅珍貴特質嚟。兩位公主已經翻到小小法哥亞公主等級。我對你哋嘅期望好高㗎，法伊恩、連伊恩。兩位公主表現出嚟嘅力量根本就同傳說中嘅一模一樣啊！佢哋嘅未來真係令人好期待啊！冇錯，原來國王同皇后以前同我講嘅嘢就係指呢件事啊！入嚟啦！你點啊，卡梅羅多？好對唔住啊，又要你擔心。咩係啊？我一早已經習慣咗為兩位公主擔心噶啦。但係咧，
我而家仲算安心啦。啊，原來你哋成日周圍走，就係為咗完成你哋重要嘅使命。以後你哋又要出去嗰陣呢，我會詐地睇唔到噶啦。卡梅羅多，不過同時呢，有關公主嘅課程將會成為兩位公主重要嘅功課。啊，好啦，唔好浪費時間啦，開始啦！放過我哋啦！冇得傾啊，快啲即刻上堂啊！最基本嘅嘢就係要有體力，唔可以認輸嘅，嬲嬲。ミラクルリン夢で踊りましょう。キラキラリン光の彼方。ミラクルリン影も踊り出す。楽しいことばかりしようね。日差し浴びて花は咲くよ、素敵な笑顔。そうよ、私たちも広がる花笑っていよう。不思議な星双子の姫、おしゃばなおしゃれファンタジー。キラキラ星夢ならゆらゆら星恋ルンルン、仲良しでもライバル。いたずらなら大好き、おまじないをかけましょう。お日様のステージ。ミラクルリン夢で踊りましょう。キラキラリン光の彼方。ミラクルリン影も踊り出す。楽しいことばかりしようね。大変大変、私ったらお猿さんになっちゃった。大丈夫大丈夫、とっても可愛いわよ。そうかな。次回、不思議星の双子姫、種種の国。ちっちゃいって大変。ゆるゆるっと見てみて。そんじゃ最後は今日の占いいっちゃおう。みんなの前でお話しすることある？うまく喋れるかな。もうドキドキ。お気に入りの騎士で髪の毛サラサラ。